台中有一个女子到材料行，讲咧去强庙要订材料，阁留电话甲地址，随后提出着线香要卖5包3200。头家想讲报喜结缘，就甲买落咯。尾也发现，这个女子所留的资料拢是假，才知影去互骗去咯。 一个歹的小姐行去一间材料行，伊甲业者讲，家己伫咧去强庙要订材料，留一张字条，顶面有家己的名、姓、电话住址，阁有一间庙的名。业者叫是真的，就甲伊开讲，请伊啉茶，说想不到会拄着变神啊！然后倒一杯茶给他喝，然后他就开始，他的套路就开始，对对，先一直取信于你。 小姐用讲伊面机卖香，5包卖3200，材料行业者想讲报喜结缘，都无想我这改买，尾后才发现家己哄骗。查他的五母宫，也是搜寻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宫庙。无这间庙就准拄煞，小姐留的电话嘛是假。您拨的电话没有回应，请稍后再拨。 材料行无做着生意，阁开3200买5包香。那它涉及到我们中华民国刑法第339条诈欺罪嫌。警察提醒，若是有人用宗教名义卖商品，应该会有正式的收据。附近互人进前，卖当先用一寡时间调查，呼吁大家过年要到，拢要特别注意诈骗。